今次我哋12 Live 生命見證想同大家分享嘅係 Angela 燃點心中宣教之火嘅故事。喺聖經約翰福音9章4節入面係咁講嘅：趁着白晝，我們必須做那派我來者的工作，黑夜就要到了，那時候就沒有人能做工了。信主超過30年嘅 Angela喺佢人生下半場就踏出第一步，去咗短宣。等佢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經歷啊。講起今次去短宣呢，咁就要講返1年前，我就報咗香港細胞小組教會侍奉訓練學院其中一個課程，就係火種課程。咁裏面呢，就係要求每一個學員呢都要參加一次短宣。咁講起短宣啦，咁弟兄姊妹梗係覺得哇，好屬靈喎，好偉大喎，去短宣喎。咁其實呢，就唔係嘅。我就係好擔心啦，好唔願意啦，又怕咧去到當地唔衛生啦，又唔可以跳出自己嘅安舒區啦，好多嘢擔心，好多嘢忐忑。其實實際咧就好多嘢唔願意咯。咁想過返自己好平常嘅生活。咁及至咧，即係喺短宣訓練嘅第一日咧，我見到有130人咧參與短宣訓練，裏面咧有老中青，少年人咧有7歲8歲。老年人咧有70幾歲，實在咧激勵咗我嘅心智。我覺得哇，佢哋都去短宣喎。咁我信主30幾年，咁我就回想，其實我過往嘅侍奉真係算不得什麼。見到佢哋嘅心智，更加激勵到我自己參與短宣。今次咧去菲律賓短宣，去到探訪山區嘅家庭啦。咁喺裏面咧，我就亦都分享我自己過往嗰4年啦，家庭所面對嘅困難啦。咁裏面不斷就係靠禱告去依靠神啦，並且自己都選擇先求神嘅國和神嘅義。咁我都將呢啲嘅見證啦、經歷啦，同佢哋分享。另一個經歷咧，都令我好深刻嘅。咁就係喺我哋短宣隊7月28日最後尾一個主日裏面啦。咁當地嘅牧師咧就邀請我哋短宣隊為佢哋祈禱服侍。咁當下咧，我哋就去到人群當中啦，咁就去為佢哋去祈禱啦。咁喺其中有一個景象啦，有一幕咧令我好深刻。咁我見到一個女仔，佢大概6歲到啦，眼神佢好迷茫，好空洞嘅。咁我就俾佢啲眼神去吸引住。咁我當下咧就好自然咧就伸手去摸一摸佢個面仔啦，咁樣。咁嗰刻咧，神就即刻提我，你為佢有喜樂嘅心去禱告。咁我就後尾就用咗廣東話啦，為佢祈禱啦，求神咧嘅喜樂，求神嘅愛都充滿佢。咁咧希望佢咧喺神嘅話語裏面啦，得到咧力量啦。咁喺裏面咧之後，經過翻譯啦，咁跟住亦都有個姊妹分享俾我聽，原來咧佢屋企咧佢媽媽已經離世，只係得佢爸爸同佢哥哥，大概係8歲到嘅哥哥同佢一齊。咁所以我感受到咧，神係好愛呢個小朋友啦，佢咧希望佢得到愛啦，亦都得到祝福啦。同樣神俾我經歷到咧，就係我自己原來可以透過服侍去經歷上帝嘅真實，並且咧上帝俾咗我份禮物，就係咧為人代禱嘅恩賜。Angela 喺佢短宣嘅旅程入面，除咗大大咁被聖靈充滿之外，更加係發現到佢有代禱嘅恩賜。就連心思意念都得到轉化。回想返我當初咧，好怕去短宣，好抗拒去短宣。但係今日咧，神好奇妙啊！佢讓我心思意念咧不停去諗，明年我應該去邊度短宣咧？我覺得咧呢個係神嘅工作，亦都咧搞動咗我對短宣嗰點火。佢燃點咗我有呢點火嘅時候，亦都擴張咗我屬靈嘅境界。另外咧，當我去到當地短宣嘅時候，尤其是菲律賓短宣去服侍婦女，神提升咗我喺祈禱上面嘅信心同能力，成為我咧個人生命成長嘅突破。我將榮耀頌讚去歸俾神。喺聖經以賽亞書6章8節入面咁講：我聽見主的聲音說，我可以差遣誰呢？誰肯為我們去呢？我說，我在這裏，請差遣我。憑住 Angela 嘅真誠投入同埋勇於突破嘅侍奉，佢喺課程入面仲得到一個生命成長嘅大獎。
我想翻起我嘅人生使命宣言，就係啟導燃亮門徒生命，關懷基層，實踐大使命。今日上帝俾咗我有一點宣教嘅火，我哋點樣去把持呢個宣教嘅火呢？我哋要把握呢個機會，趁着白日當作主工。我哋都求神去俾我有加勒嘅心志，有佢嘅力量，為主去作工。我哋 Are you ready? Go go go！ 為主傳福音。